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7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半导体大厂京鼎科技传出受到骇客攻击，而且骇客佮呛声讲，若准无付钱，就会留下客户的资讯，佮会破坏所有的资料。总统大选过了后，国际关注台海的局势，美国甲日本拢强调爱确保台海的和平。也若中国国台办是表示讲，统一才会当解决问题。有民众讲，甲华航订素食的餐点煞无退掉，而且事后补救的时阵，华航佮看款人服务。华航是回应讲，这是特殊个案，服务员已经有做出应变。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半导体的大厂京鼎科技传出受到骇客的攻击，而且这个骇客还佫直接伫网络顶头呛声，讲这个京鼎若准无付钱，就会留下所有客户的资讯，佫会来破坏所有的资料。业者是回应讲，即马已经启动防御机制，初步判断对公司无大影响。鸿海集团旗下京鼎精密科技作为国内半导体设备大厂，官网刷伫16传出互骇客入侵。网页红机器捌大故障，顶面的英文字讲已经偷摕公司内部的资料，只要京鼎唔付钱，都公开客户的资讯。管理唔察，搁较欠车，会当彻底摧毁资料。交易所也会跟他们公司联系一下，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说明还有后续，因为看起来没有重大影响，所以可能是提醒他们相关资安有没有要再做一些检视啦。像手机公司互骇客攻击，金管会回应已经请证交所甲京鼎联系，检视资安防护，也陆续要求就市柜企业设置资安场顶。已经有上千件完成设立，京鼎也发动信，证实已经互骇客入侵，全面启动防御机制甲护管作业，保证对公司运作无重大影响。那调查局提报了后，已经立案调查。每次在讲治安，可能永远都在讲防火墙，但事实上，其实资讯安全要从内部、外部还有员工教育训练都要去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规划，软硬体必须要升级。第二件事情是整个长时间的这个教育训练。骇客大胆公开留言威胁，自安专家讲过去无电快，强调就算是网站封公破，嘛无一定会当得手内部机密资料，只是京鼎和网讲，就代表自安防护有空旁，除了软硬体升级，也爱强化员工的教育。搁一摆点伫京鼎官网，页面大部分拢开放，也毋过就财务报告这项，搁显示。电脑主机有错误，实际联系京鼎到这个进程也未取得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寒流搁要来啊！即马气象署今仔日是表示讲，礼拜开始就是立冬以来上强的寒流，上寒的时间点是伫咧1月23到24，中部以北可能干那6度尔尔，全台湾气温也拢无到10度，所以提醒民众都要做好保暖的措施。最近天气变化大。17早起天气回温，不过气象署表示，民众会当把握19、拜5进前的好天气，因为20、拜6搁要变天，转作是单湿凉冷的天气。周五随着锋面的接近，在北部地区开始会慢慢的转变为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趋势。建议北台湾的朋友或是中部的朋友，如果到周五的晚上，甚至到周六的时候，可能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尤其是21礼拜，入冬上强的寒流会到位，气温会一路降低。气象署指出，后礼拜1、拜2北部的山区有机会会落雪，
中南部差不多2500公尺至3000公尺的山区，有可能会落雪。预计在下周一晚上，22号下周一晚上，北台湾的高山就可能开始会出现降雪的情形。预计在下周2到下周3这段期间，降雪的范围是比较大的。气象署预估，上悬时间点是伫咧23到24，中部以北会降到6度，全台湾伫咧10度以下。气象署指出，这段时间天气会先较淡湿，才变较大，会连续寒6天。呼吁民众，侪岁人甲囡仔都爱穿好烧，嘛呼吁拢市民都爱注意寒害预防。记者综合报道。2月7日就知影立法院长到底是啥人？即马民众党的白色立委就是上关键的少数。即马有传出国民党是希望讲会当韩昌配，这个问题是表示讲，这款的组合真有意思。也那新北市长侯友宜，伊是互赵少康甲点名，讲伊口才无够好，佮加上弃保的效应，毋才会来选输。侯友宜是表示讲，这就是伊家己无够拍拼，会用心来检讨。这边选举，立法院无任何政党过半，民众党有8席的立委是关键的少数。即马立法院院长到底是绿白合作，还是蓝白合作，是政坛关心的焦点。团讲国民党想要和韩国瑜甲吴国昌组成韩昌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17第一面对外表态。哇，这实在太有趣了！韩国瑜加黄国昌，这实在是。哇，这个画面很难想象，或许人家有政见发表啊，就是说，你希望怎样？所以不急的，还有2个礼拜，给大家思考一下。郭文铁讲，目前是无机会拜会韩国瑜甲尤锡坤，不过民进党也示出善意。民进党的立委柯志杰提出讲，黄珊珊的大兄前参谋总长黄曙光有国防的专业背景，会让作为立国的人才，会让促进立白合作。反正有各种说法嘛，就是。蔡壁如反对在立院绿白合，您主席觉得呢？所以说我们这个台湾民众拿的好处，就是各种声音都有。有关大选做票争议，中选会已经出面严正的驳斥。郭文铁也认为，无啥可能有大规模的做票，但是台湾投票的方式太过落后，应该推动无在籍投票。当然，在这一段时间，如果有做得不够。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回归市政工作，第一遍参加市政会议。即马大家伫咧检讨国民党败选的原因。副手赵少康讲，侯友宜口才无好，再加上气候保管的声音，才会败选。侯友宜也承认家己努力无够。检讨的声音我都有听进去，也悉心的接受。侯友宜自己努力不够，我相信这些批评跟指教都是为我好的。侯友宜讲，伫选后有分别打电话给赖清德甲郭文铁，希望台湾面临真侪挑战时阵，爱大家团结，听民众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赖清德即马已经当选，刷落来比中台这3边的关系到底是会安怎变化咧？都有学者跳出来讲，这拜习会过了后，北京其实即马对台湾算讲较有站站，两岸关系变化的时间点，会当对5月20总统就职，甲美国的总统大选这段期间做伙来观察。2024次总统大选结束了，伫这几天内面就发展包括陆路甲咱国确定断交的代志，这种牵动到美中台关系。学者认为，北京即马对台相对动作无大的原因，是因为包括中国本身在内内部的问题真多，也有520就职进程，传统上来讲是两岸沟通的黄金时期。另外，伫拜习会了，美中也调向和缓的方向伫咧发展。在去年旧金山的拜习会之后，美中的关系它是朝这个和缓的方向发展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北京如果对台湾下的手太重，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所谓美中关系的这个大局，北京它需要投鼠忌器。学者评估，伫咧520总统就职进程，中国对台依然有压力测试，不过程度袂伤大。因为伫今年11月初5，美国总统大选进程，中国也无希望透过拍台湾牌，造成华府反中的情绪，造成可能被进一步操作成军。另外，目前美国总统上热门的连选依然是拜登加川普。美国的政治将会影响以后的对台政策。
And the theory is that this would be a good time, if you're the Chinese leadership, potentially to make a move on Taiwan. So whoever wins in 2024, if you believe that theory, may end up being the US president who has to then decide what to do in the event that China attacks Taiwan. 两化发展也考验着新政府应对的能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习中国中心主任何瑞芬指出，专部认为中国伫咧世界各地愈来愈有企图心，对美国是不利的，因此对中国的态度是相对较强。拜登电脑是伫目前愈来愈注重伫咧对付川普，估计接落来一年将袂有对两化有关的重大立法，因为伫咧3、5年，美中拢无希望做伤过大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在中国这几档是积极透过领地作战，想要来影响台湾的言论甲方向。特别是台湾总统大选进程，这力头更较加强，伫候选人的议题顶头来进行分化，想要带方向来影响台湾的选举。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今仔日就举办一个论坛，特别针对这个选举期间大量的网络信息来进行分析。透过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演算，我们认定这个账号不是一般的使用者来发文的，它可能有3种情况。第一种，它可能是五毛，就是有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跟着老板发文，那种叫五毛。那第二种，它有可能是程式自动产生控制的。我们刚才讲，现在 Generative AI 透过 ChatGPT 大语言模型，可以自动的在网络上大量的散播，有不对称的消息或者是虚假的消息。那第3个就是它有可能是公关公司。创办人表示讲，透过 AI 数据的分析来发现讲，网军上会晓的就是透过制造假的议题，而且会用中伏老话的方式，伫咧社群媒体来带风向，造成民众的对立，而且因会用这个议题有力也是无力的程度来影响演算法。创办人也强调讲，未来这款手法会愈来愈多，所以民众咧接受信息的时阵，也要理性判断甲讨论，卖互假的消息来影响认知。这个总统大选过了后，国际是正关注台海的局势。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就强调讲，确保台海的和平，伊嘛来批评中国这几档的做法实在是唔正样。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伊也讲，台湾是正重要的盟友，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就是日本的大方向。也那中国的国台办伊是表示讲，统一才会当解决问题，民进党袂当代表主流民意。台湾总统大选了后，台海局势受到大家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一时间发声明恭喜，早到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讲到台湾选举的结果的时阵，强调美国甲全球其他的国家上较关心的就是台海的和平稳定，袂改变现状，也个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任何意见无同的所在。嘛批评中国最近的做法是让人感觉真反感。I think the approach that they've shown in recent years has actually been totally counterproductive to their interests. By trying to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economic pressure, military pressure, diplomatic pressure, isolation, it's only reinforced many of the very people that they don't want to see.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6日在日本东亚电视台节目录影的时阵，嘛头一摆回应台湾选举的结果，强调台湾是有共享价值真重要的同伴，和平解决针对台湾的各种问题是日本的基本方针，未来嘛袂改变。发言嘛，看作是展现出对台湾新的政治状态充满期待。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自由、民主主義、基本的人権、法の支配といった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来を有する極め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あります。美国、日本、菲律賓等等幾個國家的祝賀，嘛引起中國的不滿。中國外交部甲幾個國家提出嚴正交涉。國台辦17早起舉行新年頭一場例行的記者會，發言人先講到習近平新年的賀詞，伊講只有實現祖國統一，才會當結束兩岸長期政治對立特殊的關係。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選舉結果撼動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實。係條媒體關心台灣選舉的結果。但美華強調講，民進黨袂當代表島內主流的民意，嘛幾啊屆講到九二共識甲一個中國的原則，強調敢若有安尼，兩岸才會當展開溝通對話。
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股市昨半暝200点，这个程度比其他亚洲的股市也搁较严重。今仔日开盘嘛真无稳定，也毋过台积电后来伫盘中有回稳，收伫582块，总共是起2块。外资昨是卖450亿出去，这创下一档7个月来上大的交易量。分析师是表示讲，主要是选前的市场，大家拢咧观望，所以互股市较无啥力。即马伫选举过了后，是受到国内外的冲击，所以股市震动的时间会搁缩长。也毋过，金管会是认为讲，台股的表现，若照今年来看，目前是排伫日本甲新加坡的后壁，其实也无算讲是上歹的。去年9月初10，在台中发生吊杆落落去撼到中捷轨道的事故，台中市府是甲建商讨2.6亿的这个赔偿，也毋过这双方认知是无啥共。昨仲裁结果出来啊，即马是决定建商爱赔2.2亿，市府甲建商拢表示尊重结果。去年9月，台中一运动着刑事法件案落到台吊拐，造成140个伤。台中市交通局甲台中一运公司讨2.6亿。刑事法昨日发布重大消息，公告仲裁结果，包含机械子公司在内，爱赔予台中市府甲台中一运公司2.2亿。我们公司会尊重这个仲裁结果来做执行，从2.6亿元把这个仲裁结果依照仲裁结果扣除之后，我们会再收回剩余的金额。台中市府甲台中捷运公司讨2.6亿的赔偿，包含受损等的列车、计音像机电系统等费用。仲裁结果认定，刑事法公司坐如应责，要求国际嘉源工程行爱赔偿2.2亿。负责仲裁第三方单位中华民国仲裁协会表示，仲裁内容爱保密，无法度公开金额有精彩原因。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讲，尊重仲裁结果，2.6亿去年已经入手，钱一定会摕到。双方因为都协调不下来嘛，那只好交由仲裁。那所以对于仲裁结果，那大家都必须接受。那因为对方已经提拨了，那基本上第一个这个钱我们一定拿得到，因为这个有要求对方要先提存哈。所落来，台中市府按算扣掉实际赔偿的金额了后，甲剩的钱还予刑事法公司。建商表示，造成事故的民生案件建案，预计1月底摕到使用执照，会伫3到4月时办理交出。记者综合报道。去年选举期间，台中发现有一个姓杜的嫌犯，伊是涉嫌甲骗来的个资，佮转卖予另外2个人来伪造郭台铭的连署书。即马检方是照这个违反正副总统的选罢法，甲2个人起诉。姓林的嫌犯原本伫咧百货公司设计，想袂到煞予警方查落来。警方到这个查甫人住的所在搜索，查出相关的证物，阁有几6份总统大选的时郭台铭的连署书。台中警方去年咧查一件诈骗案的时，抓到一个姓杜的嫌犯，伊是负责收铺啊，甲整理被害人的个资。警方嘛另外查出，因为去年10月开始，就以每1份60块的价数，甲被害人的个资转卖予一个姓齐的查甫人，甲一个讲家己是郭台铭市长马将的姓林白牌车驾驶，互因用来伪造假的连署书。侦办时间在联署期间，连署书尚未送达中选会。警方伫连署书还未送到中选会进前，就先查出这54份的假连署书。其中毋但被害者共一份个资，互人用几6摆做几6份连署书，甚至个人的个资互人改过。检察官侦结起诉，且2人因为5年内皆有再犯之累犯，求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加重其刑。警方信后以违反正副总统选罢法上班，甲姓林甲姓齐的查甫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了后，羁押核准。检方甲2个人起诉了后，移审到台中地方法院，法院是裁定2个人限制自首。记者台中报道。有民众伫面册广告华航订素食的餐点，也毋过煞无退着，而且华航伫事后咧补救的时阵，阁看款人服务。有外国人是摕着商务舱的素食餐点，也毋过中国籍的富人人煞干那2盘小菜甲一块胖娘娘。华航是回应讲，迄个女性的旅客，伊是因为无伫期限内底来完成开票，嘛无订特别餐点，所以服务员毋才会有即款的应变。
有民众伫人民册铺文讲，伊坐华航台北飞北京的航班，看到有旅客订素食的餐，煞是摕无。互伊感觉真生气的是，空服员紧急处理的时阵，互中国的查某旅客2项小菜甲1粒胖，煞互外国的旅客规套商务舱完整的素食餐，互伊批评这是差别的待遇。感受一定很差，对因为觉得好像说，我好像不被受重视的感觉这样。如果可以弥补的话，应该是都要一样。我是会去要求说赔偿，如果得不到就想说那也没关系这样。我一定会据理力争啊，因为这是我的权利啊。但是最少我们是一定要公平啊，因为毕竟都是相对都是乘客嘛。针对网络顶流传素食餐服务的争议，华航回应讲，旅客预订特别餐，拢有按因预算的餐点来提供。调查了后，发现这个查某旅客是因为旅行社无伫期限内完成开票，重新定位的时阵无预订到特别餐。迄当阵空服员嘛以商务舱的面、青菜、沙拉、甲胖等等有限的资源来运用，提供予旅客，并无差别的待遇。航空公司那边有可能是因为系统接收，或者是相关的整个地勤作业的舱单没有被列上去，或者是呢机票重新再做一些修改改定，餐食的这个记录呢可能会跑掉。记者伫中昼截稿进前来录这个铺文的人，拢也无得到回应。旅游品保协会提醒，旅客若是有特殊的需求，无论是素食餐、红眼食食、幼囡仔用的药膏，或者是轮椅等等特别的服务，除了请旅行社事先预订以外，嘛建议旅客会当家己搁敲电话去航空公司搁做确认。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避免露营的时阵，这垃圾水直接排入河川，环境部是修正公告。露营的所在，若准是伫水污染的管制区，就应该要有处理的设备。环境部予业者一冬的时间，每年3月开始，这违法的人上济会罚300万。因为介意大自然甲恬静的生活，真侪民众爱去深山来露营。不过露营的时，主者洗身躯上便所造成的废水，较高污染水源。因为安尼，环境部规定，伫水污染管制区内底的露营区，爱收集污水，设置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了后，爱符合放流水的标准，那么会罚3万到300万。一般山上的这种好山好水的水源区，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水污染管制区。我们大概有一年多啦，从昨天的公告之后到明年的3月1号开始，我们会有重点稽查起立计划。环境部指出，全台目前大约有1780个露营场，需要收集甲处理污水的露营场，主要集中伫南投县、苗栗县甲新竹县。业者需要装合并式净化池、化粪池等设备。有业者认为，虽然安尼会增加经营的成本，不过这是本地就应该爱做的。对，它是应该要做的了。现在南投县政府他们都是要求你在申请执照的时候，就是要有引井或者是一个化粪池做污水处理这样子。环境部指出，立管的露营区集中伫河川的水头，有必要爱进行管制。业者排处理过的放流水、生物使用量、化学使用量、油脂等项目拢袂当超标。若有超标的情形，会当罚3000到30万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台电今年的机灵竞赛报名人数是真侪，总共有来自78个单位1200多人来参加。今仔日是伫高雄举办，也毋过这是毋但考验体能甲技术，也代表这个人才的传承。台电总经理是表示讲，因应这个退休会来招大量的人才，同时也分阶段来推动节能，也阁有绿电的措施，为供电做好准备。穿好设备，准备爬去8米悬的电报条做配电外线的作业。来自金门，今年才21岁的蔡伟哲，已经是第3档参加台电的技术比赛。事故抢修是没有 SOP 的，所以就是除了经验以外，更多的就是自己的体力的部分跟耐力的部分一定要顾好。台电今年的技术比赛17伫高雄举办主竞赛日，毋但考验体力甲技术，像冷气医生的比赛项目，责任诊断更是爱用头壳。比较耗电的设备都是空调设备，因为蛮多厂家都是
平常空调就是只有开跟关，很少在做维护。那我们就会去针对比较少做维护的部分，去给他一些改善的建议。靠着冷气医生，台电伫高雄已经完成43间企业的电力检查，找出设备的问题，换掉改善了，每年电钱至少会使省30万，避免欠电危机，责任省电需要大家做伙打拼。台电去年9月推出绿电分配刷压计划，嘛会使帮助企业有效使用绿电，让厂商自己决定怎么安排。然后安排之后呢，我台电只要负责去检查它所分配出来的结果跟原来的厂商发电的量的，还有它工厂用电的量是不是匹配？好，还有买台电的电是不是符合？选手伫高压电箱内底做伙合作装电表，台电这几档面临员工大退休，烦恼欠工甲技术传承。今年毋拿比赛人数1280人，创10年来新冠；招募人数1103人，嘛创新冠。就希望有更较侪人加入台电，做伙为稳定供电打拼。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原本今年7月要伫台湾举办的亚洲 U20 男子排球锦标赛，即马传出因为中国的打压，所以亚洲的排球联合会煞来取消台湾的主办权，要改伫印尼来举办。中华民国的排球协会证实讲，因为中国出现来抗议，所以亚洲 U20 男子排球锦标赛即摆是未伫台湾办的。根据了解，中国是因为政治的因素，所以无法度来到台湾比赛，毋才会提出抗议。亚洲排球联合会最后是决定讲，要来取消台湾的主办权，改伫印尼办今年的 U20 比赛。新北市的校园发生挂暗棍的攻击案，教育部工作小组这礼拜伊是开第一摆的会议，也毋过全教会所认为讲，教育部目前的方向只是来讨论校园安全检查的辅导办法尔，无法度来处理愈来愈严重的校安事件，所以落尾是决定要退出工作小组。我想我们今天全教会的退出，我们希望说让教育部可以惊醒。然后可以从全面来检讨。教育部校园安全咨询会工作小组1月15日才开第一摆会，有全国上侪的教师会员的全教会1月17日就宣布退出，唔接受当日检讨的辅导甲管教办法注意事项，干那甲重点放伫咧校安检查的定时处理。这个校园安全抽查的问题，它其实是反而会让我们跟学生之间造成一个紧张对立的关系，所以它其实就根本就没办法解决我们目前在辅导管教上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全教会表示，面对校安，袂当干那处理表面的问题，干那以现行的辅导管教办法注意事项来讲，对备赛学生有效果。另外2城卡2管教的是完全无效，也有老师因为管教学生去互家长告。学务主任看到学生在走廊上要攻击，结果那个老师、那个主任他就跑过去抱住那个学生，从后面抱住，双手抓着学生的手，这个地方有受伤。结果这个学务主任最后被家长以过失伤害告上刑事法庭。全教会认为讲管教权甲学权已经失去平衡，教育部爱护资源、爱护人力，嘛应该爱甲校安检查机制对注意事项当中汰掉，另外定校安检查注意事项，并且呼吁新教会开议了后，家里校权益保障法修法列出第一会期的优先法案，要求家长管教义务。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启动国民法官的制度，即马已经满1冬啊。司法院统计到去年底，全台湾国民法官的案件总共有108件，其中有16件已经结案。相关的案件在量刑敢有重罪，也是轻罪化，目前是还阁咧观察。另外，针对这个各界反映讲辩护的能量无够的问题，司法院是指出讲，当咧建议调整辅助律师的制度。咱国自2023年开始国民法官参选制度，到即马新制度实施满1周年。司法院伫例行记者会特别做专栏报告，一直到去年12月底，全台湾国民法官案件有108件，其中16件已经审结。那至于量刑是不是如同外界所担忧的说，国民法官案件有重刑化的趋势哦？那因为目前终结案件量有限了，大概只有16件哦，这个趋势还不是很明确。司法院讲，各界拢正注意国民法官的案件量刑是毋是有倾向重罪或者是轻罪化，目前还阁伫咧观察，将会透过引进量刑资料库系统等工具
来协助国民法官伫咧法庭做适当的量刑。我们本来就预期，当引进国民正当法律改情进来之后，它的量刑倾向会随着国民法官的组成，那有一些量刑的变动，跟我们职业法官会有不太一样的情形，这是正常的。提供的量刑资讯系统或是量刑趋势系统，这些都是公开的，它并没有拘束性。另外，对律师界反映讲辩护量刑无够的问题，司法院表示，正伫咧研究调整辅助律师制度，包括提高国民法官案件受金，也有增加授权课程的量刑。目前有观察到的是，有其中某几件案件的法官，他的指挥性还是比较强大啦。日后可能在法制度上可以讨论看看的啦，因为评议的绝对秘密性是否在法制上是要被监视的。律师团队认为，国民法官制度内面，职业法官的维权效应依然正大，尤其法官的评议过程无公开，国民法官裁决的时阵，敢会受到影响，拢爱了解。对此，司法院回应讲，已经请学术机构对相关案件进行实证研究，将会继续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的是日本又搁传出飞行机的意外，这摆是伫北海道的新千岁国际机场。台湾时间昨下晡4点半左右的时阵，有一架准备要走去跑道的大韩航空的班机，因为这机场涂骹结冰，所以去弄到另外一台国泰航空的班机，加在无发生火灾，甲人员伤亡。对外面会当看到被弄到这台国泰航空波音777-300客机，伫尾流的正边破一坑，边仔有卡一块蓝色的石膏，是来自大韩航空 A330-300客机倒边的石膏。这台大韩航空编号 KE766的班机，本来是日本时间16下到2点，自北海道起飞，要飞去韩国的仁川。不过北海道自15就开始落大雪，造成班机的时间拢延后3点多钟。国泰后停机坪要驶去跑道准备起飞的时阵，石膏机弄到边的国泰航空 CX583班机。那依照一般的民航机场作业程序，客机伫咧启动进前，要由地勤的拖车先安尼用塞的，等飞机的引领柜放起来时阵，才家己出到跑道准备起飞。根据北海道新闻的报道。新千岁机场的地勤车辆伫咧操作的时阵，因为涂骹的雪结冰，车链出轨去，才会造成这件意外。天气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航班的，一个印度、新德里等北部地区，伫最近雾霾真严重，行伫路的能见度真歹。印度民航局因此建议各航空公司要注意，这样造成几落百个国内外航线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दिक्कत तो हुआ है जैसे अब काफी देर ज़्यादा वेट करना पड़ेगा तो अगर पहले पता होता है फिर लाइक प्लानिंग भी अब जाके वहाँ का भी जो प्लानिंग था वह भी सारा 其实造成班机延误的除了空气品质甲能见度伤歹，班机取消造成停机坪的空间无够，也和状况比往年更加恶化。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英国举办邮局买台的听证会，这是因为伫1999年到2015年期间，邮局的柜寄系统过优，所以有900个员工去互人控告侵占公款。即马厂商是出面来回实的，嘛表示讲会赔偿大家。总部伫咧日本东京的富士通是全世界上大资讯科技服务供应商之一，年营业额差不多290亿美金。英国政府的机构，正就是内政部、外交部，也个环境部的资讯处理系统，拢是用富士通的产品。英国邮政局伫1999年开始采用富士通的电脑会计系统地平线，了全国11500邮局分支出现项目有欠的问题。迄当阵的管理层认定电脑系统未出问题，所以起诉900位邮局分支的经理盗窃、诈骗、加做假小丁罪名。一个人有的人被罚款，有的人被掠机关，有人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有4个人自杀。尾下代志调查发现，拢是电脑系统出问题所造成。2016年，受害者对邮局提出诉讼。2019年实现和解赔偿方案。到即马有2700多位前任或者是现任的邮局主管得到赔偿，不过有人认为安尼还阁无够。We are fighting a war against an enemy own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hile we're just skint little people.
这件英国司法史上上大冤枉案，又叫挑文事件，经过 ITV 改编成这影集，今年元旦播出了，引起社会注意。又有更加侪受害者出面，要求当局爱全面清查追究责任。迄当阵的邮政局长冯内尔斯也被迫放弃伊私人的勋章。富士通欧洲部门负责人昨日伫商业家贸易委员会听证会，再一遍向受害者道歉，并且讲因有道德义务向受害者进行赔偿。We did have bugs and errors in the system, and we did help the post office in their prosecutions of the sub-postmasters. For that, we are truly sorry. My gut feel on this, having looked at lots of paperwork over the years, is, how much did Post Office really know in the early days, and how much did government really know in the early days about what was happening at Fujitsu? And I think everyone's going to be surprised about how much was known. 邮政局执行长李德伫听证会讲，邮局的资讯处理到即嘛也是用富士通的系统，也毋过是新一代软体。25年来已经过时，体积伤大伤久。伊讲会将这道地平线系统换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新冠疫苗伫欧洲尚无有救140万人的性命。若准无这支下，这欧洲死亡人数可能就会超过400万人。另外，伫英国嘛有研究讲，若无做新冠的加强剂，会造成住院人数甲死亡人数增加。2020年，大家拢伫咧注意，90岁英国老阿嬷玛格丽特基南，将做全世界第一位做新冠疫苗的人。一直到即嘛，好刚才有疫苗，已经有较缓和，大家也对惊吓的日子回归到正常的日子。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讲，新冠疫苗伫咧欧洲至少有甲140万人的命救带。There are 1.4 million people in our region, most of them elderly, who are around to enjoy life with their loved ones because they took the vital decision to be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2020年3月开始伫咧欧洲传开的新冠疫情，造成欧洲地区已经通报超过2.770万确诊病例，超过200万人死亡。有一寡欧盟国家，亲像是西班牙，最近疫情敢若佫多起来，佮加上冬天的呼吸道疾病加流感正伫咧流行。WHO 希望民众尽量注疫苗。Without them, the European region's cumulative known death toll could have been around 4 million. Possibly even higher. 伫英国到2022年1月，有超过90%的12岁以上的人口至少做过一剂新冠疫苗。最新的研究显示，若是无做新冠疫苗加强针，会造成4个月内死亡加住院的人数增加。We call that under-vaccination in our study. You were more likely to be under-vaccinated if you were younger, if you were from a more deprived background. If you were of non-white ethnicity. WHO 担心，一个卫生系统面临庞大压力时阵，世界各国若伫咧面对一种新的、更加严重的无了解的病原体时阵，可能也未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以下冲突的局势是真紧张，即马卡达是出面来做中人，达成送药仔的协议，稳准会当甲药仔送去互哈马斯掠去的人质，用这个条件来做交换，也互救援物资会当送入加沙地区。卡达外交部16号的声明讲，根据协议，以色列甲哈马斯交换的条件是，以色列和加沙上严重、上脆弱地区的百姓会当得到人道援助；，而哈马斯是和平关起来以色列人质会当得到运送过来药品。卡达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讲，药品援助物资直接对杜哈送到埃及的城市亚拉里市，结果运到加沙。这项协议是卡达甲法国合作伫咧中协调。法国外交部危机中心负责人拉里欧表示，谈判进行了几个礼拜，初步的想法是来自一寡以色列人质的家属。法国甲有几多个月存量的特殊医疗包送到40个位人质的手内，由国际安会伫咧当地协调。这是以下冲突自去年11月停火谈判破裂了，第一遍达成新的协议。不过加沙除了真侪人伤亡，即马也有传染病，无水无通食。
除了以下冲突本身所带来灾难甲伤亡，两边背后的势力也伫咧战斗。这是以色列的美国对也门胡塞组织发动第3遍的攻击。听哈马斯的胡塞继续伫咧红海社会团扰乱航运，规个国际社会拢做阵承担。这么人伫咧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卡达总理兼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就提出警告。Gaza is not there anymore. It's the most dangerous escalation right now because it's not affecting only the region, it's affecting the global trade as well. Whenever something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it's affecting everyone. LNG is as any other, merchant shipments. They will be affected by that. 这几个月来，卡达伫以下冲突一直协调，也支持两国的方案，也就是伫约旦河西岸甲加沙走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甲以色列并存。穆罕默德强调，美国伫咧这个议题的立场正重要。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国内消息来看，宜兰县政府委托海洋大学来办理安龙溪水域资源的评估，预计会当开放3大互人耍水上的运动。也毋过为着安全问题，有一寡项目，亲像是各船啊，这是袂当开放的。这项决议，互一寡民间团体甲抗议，讲应该爱实际去试验，才通来做决议。伫溪流杯船是三星乡安龙溪当年歇落的热门活动，也毋过这条溪暂时开放，更较侪水域活动项目落水受到质疑。宜兰县政府委托海洋大学办理安龙溪水域油气资源环境承载量评估，决定因为安全考虑，只开放在河段会当杯船漂浮等活动，离些杯船甲插卡船拢无开放。那这些风险不会单单靠着这些所谓的学术，然后就来去限制它。这些风险是必须有什么？有像我们这一些持有证照的，我们这些全职的教练，来去替各位去分摊的。有20年水域活动经验的李州教练认为，每一项水域活动拢有危险性，风险本来就由落水的人家己负责，县府无应该只开放部分项目，会当出伫安龙溪的落水甲经验许可，其他项目水域活动也应该开放。那愈侪项目的专业技术会当带学员落水，会当更较密集的境界提供救援，也会较会付。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说，是不是又是一个在办公室里面大家讨论出来的决定？开放水域列明之期，县府的评估，讲有实际伫溪内将水入掌甲插口啊，唔通只有伫办公室来做结论。它在上游来讲，它水流比较湍急，所以它会有翻覆的危险，所以它基于海大专业的考量，他认为上面只适合泛舟跟漂漂河。根据海大报告，离石杯船甲插口啊，因为安龙溪水深不足甲坡度影响，较会造成冰船，无建议从事这类活动。另外，当地杯船的业者因为安全考量，也有总量管制，维持现有的2间规模。每间业者有的像你准备当超过20只，官府表示，评估的期末报告已经完成协定，会伫春节了后办理有各公告收集各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几年前，大家拢会摒厝内这粪扫车是真无用。为着要互清洁人员会当转去处理，高雄市是宣布今年30暝迄天收粪扫的时间到暗时的6点。高雄市3000外的清洁人员今年是头一届转去食团圆饭。听到粪扫车来了，大家赶紧摕粪扫来等。距离过年要到啊，因过清洁队员连30暝迄天拢爱收粪扫，收到暗时。不过今年因总算会当提早下班，因为高雄市政府宣布，后个月初9、30暝迄天，环保局提前收粪扫到下暗6点结束。清洁人员头一摆会当伫30暝转去围路，拢总有3000外人受惠。当初因是拢10几年来拢毋捌转去食过团圆饭啦。所以这是因一直以来拢足想要希望中华因会当促成的一个心愿安尼啊。咱会对会早10点开始来提早收运粪扫，到阴暗的6点为止。啊嘛会清洁队员当提早等于家厝内底人团圆哈。今年难得30暝清洁人员会当提早下班，不过民众就有无共看法，有人烦恼粪扫是要放倒位，也是有民众讲爱有同理心。咱大家爱团圆，伊嘛是爱他们团圆啊，对啊，系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啊，咱较早粪扫款款的就好啊。我大本差不多6、7点外较迟啊哩，你若食这吼，迄把粪扫要下咧较这时哦。
听你话那不方便啦。除了一般本色，高雄市春节期间主管回收共款维持1礼拜2摆，另外淡市第30暝迄天透早加收，下晡爱看各区收运时间，会提早4点钟收本色。屏东市30暝为透早10点收到下晡，初1到初3是无收，初4才恢复正常的时间。记者钟义辉、邱朝阳高雄报道。嘉义梅山的灵感国小伫2015年时阵，因为学生上少，所以废校。即马有民间的公益协会是来申请领养学校，也毋过当地人所发现，即个协会大主大意，甲学校一寡树仔拢错起来，所以要求政府着爱出面斗处理。社区理事长手比的这丛树仔，互人错甲只敢若剩1/3，边仔抑个真侪树仔是规丛拢互人错掉。领养社区发展协会讲，国校废校了，有一个协会来领养，结果所下内面的树仔拢总错掉。一个基金会来到咱遮，未开始建设着，将咱先民留落来的遗迹古树拢甲错咧，啊，佮甚至边仔遮的农博啦，遮个环境开始破坏，啊，村民感觉讲。唔甘足愤慨安尼啦。毕竟这是较早阮村民所管出来的地嘛，啊，大概是一本机一枝头所掘出来，较早是用掘的，无机械。啊，安尼的时阵，互外口人来遮伫管损害，阮就感觉真唔甘。社区讲，互人错掉的树仔，有一寡就偏喺边仔的山坎，唔知敢会造成危险。第二，管理灵应国小的太平国小讲，依照领养的合约内面，只敢讲会当修剪，因过领养单位怎么所甲树仔规丛错掉，已经要求因爱提出说明。有关于龙井国小校区树木修剪的事宜，那我们已经有接受到村民的一些反映，近期会强力要求承租单位上山来来跟我们龙眼国小的社区居民。来做说明以及协调。社区统计，互人错掉的树仔有4丛烟花、2丛梅花、1丛土马桂，有的抑阁是学校成立进前就已经种的树仔。记者打电话去领养单位问，对方无接电话。嘉义县教育处讲，领养的协会无权利错学校内面的树仔。了解情形了，若是情形严重，会考虑解除这个协会领养合约。记者综合报道。台语课毋但台湾有，即马伫法国嘛有大学来开台语课。老师甲学生是共同成立 YouTube 的频道，互学生去找住伫法国的台湾人，学台语甲台湾的文化。未来伫咧法国的这门课，嘛会甲咱台师大有交流的机会。若是拍开影音平台，会当发现即卖有侪外国人用台语做主题来创作，比如法国的一条比、美国的 Tristan 和阿勇等等。另外，法国的东方经验甲文化学院，因的大学课程甚至有开台语课。去年底，佮有成立 YouTube 频道，学生的作业之一，就是爱去找住伫法国的台湾人学台语和台湾文化。茶跟烘焙多，在台湾。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处理什么事情之前，如果还没吃饭的话，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你讨论事情的人说：“加饭烘地多。”会来上台语课程的学生，侪拢对台湾的语言文化有兴趣，甚至有打算以后要来到台湾吃头路。法国的这门台语课，未来嘛有和台师大台文系合作的机会，和台湾的学生来教法国的学生学台语，互相交流。有一寡学生伊是有想要做台语老师，所以希望伫教学的，我希望因伫即个部分呢，会当有较侪教学的经验。过来就是讲，有一点就是要互学生，会当互参加的人，会当若是知影，会当，而且会当亲身去体会着讲，其实。台湾就是对外国人来讲，吼，台语是一个对台湾足有代表性的物件，吼啊，透过这个过程，伊嘛会当了解讲对外国来看台湾，吼。系主任柯惠如表示，因为咱和法国时差7点钟，下学期打算用线顶的方式进行，而且会当和台湾的学生有机会和外国交流，这是真宝贵的经验。更较重要的是，会当了解不同款的国际观点。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台南西港的庆安宫有台湾第一香科的名声，即马明年王船已经做好势，3年一科的西港挂香，除了遵照这个传统办科技大典以外，庙方也甲这个王船安灵目，用水淋伫个灵目的顶头，再佮甲这个水摕来互信众使用。这项文化已经有100年的历史。 选定良辰吉日办安林目大典，庙方同咧甲王船相并的林目放龙吟入去。这来庆安第68号王船，用半冬的时间总算做好势啊！西港庆安宫除了遵照传统办仪式，安林目了后，由庙方人员从王船顶卡水淋点林目，因则佮加水渗落来，通互信众使用保平安。根据了解，庆林目水的习俗有上100年的历史，在地学校也带学生实际来行大，带小孩来欣赏王船。 王船是这边在地的文化，明年有3年1科的那个这个的活动。古早就是讲你这啉目水，用来食咧目酒，啉3岁，互我身体健康。啊，用调了目酒洗洗，讲目酒足金安尼啦。 大家拢自由，拢会当来拜拜，人去啉下，爱啉平安的啦，安尼吼。庙方讲，王船有代表千岁爷出入天庭凡间的交通工具，伫民俗祭典当中嘛是重要的法器。王船顶头拢总有13层，主要是添载物件咧用的。其中庙方开放头2层，互信众会当添载，到时会参王船做伙化掉，有消灾祝福的意涵。内底有遮个平常大家拢需要物件啦吼，咱讲茶、米、油、盐。 吼啊，糖豆吼，拢这添载包内底拢有添载，就是要互千岁爷平常，互伊要登去天庭，有够的食物项啊用啦吼。对地主来讲嘛是等于是一个添载机库，添载安尼啦。国定民俗西港香有台湾第一香之称，西港庆安宫每3冬办1颗挂香，因的特色是香烛合一，把保存完整的王朝仪式。庙方指出，旧历史为11起过。 希望大家通来明白有240多久的挂香文化。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中华花坛福安宫拜土地公有172冬的历史啊！顶日啊，这个福安宫征收好势，所以遵照传统的科技来做参献，普渡800外地，佮有5站楼悬的祭坛，唔但会当消灾解厄，嘛希望讲大家会当看到传统的工艺。 庙顶前的大美龙是安良下土仪式的主角，代表保护庙宇的良神。中华花坛中正的福安宫，让50冬才个举办征收工程，即阵顺利完工。庙方也遵照传统举办3献祭典。啊，阮的普渡是880地，吼，啊，饭担有300外地，啊，地公有20-30只。啊，做普渡就是从今年头。 嘛无去乐观，家己做善心大德，吼，从建的工程的经费嘛是拢做善心大德，主要是乐观。将近1000地的普渡，佮有5站楼悬的祭坛，以及仪式内底重要的古纸，有普渡公、4大元帅、福德正神、山神等等，场面真隆重。不少信徒拢来现场感受传统仪式的热烈气氛。啊，足热烈的，普场甲摆楼摆甲足水的。真好，想到较早，然后佮想到倒转看到偌好咧。土地公比较少，因为土地公拢较细，也信仰签无法度遐尼看，啊，所以中正这信仰签是远看咱即马咧讲的大庄。 中正福安宫因为有172年的历史，所以地方的土地公信仰信徒的范围真宽，包括花坛、大庄等所在。庙方表示，即便祭典信徒拢真发心，大家团结举办传统祭典，嘛希望透过活动，和民俗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印度阿萨姆邦对18世纪开始就有剁鸟啊这项文化，因为这个过程是伤过残忍，所以2015年，互最高法院甲下令来禁止。也毋过最近这项禁令又搁解除，是引起真大的争议。鸟的撇尸互相攻击，真侪民众为咧边仔咧看闹热。这是印度阿萨姆邦东北部下六市的躲鸟比赛，应该掠到野鸟先放在50万。 再搁是各种透烂的香料，包括肉桂、丁香、甲大麻，鸟仔受到刺激，开始互相攻击。Itu এটা ৰজাদিনীয়া খেল প্ৰমত্ত সিংহৰ দিনৰে পৰা হাজো মাধৱ মন্দিৰৰ এই বাকৰিত
বুলবুলি চৰাইৰ খেল অনুষ্ঠিত হৈ আহিছে তেতিয়াৰ পৰা আজি কুপতি আমাৰ ককা凤翔这项岛鸟传统按18世纪就开始，后来变做当地每年一个的传统活动。不过，伫2015年，阿萨姆邦最高法院认定伤残忍，下令禁止。岛鸟比赛休8年了，即马伫印度教祭司的鼓吹下，推翻禁令。不过，当局规定主办单位要采取对动物较友善的做法，过去比赛的鸟会去用加掉头壳的毛，互因以后袂当搁比赛。即马是改做用目测伫马溜做记号，并且确保鸟仔伫比赛后会当健康回归大自然。不过，虽然做法有一寡调整，动保团队依然对着改除岛鸟禁令感到非常的不满，因为超过的刺激动物强迫因去战斗，会对动物造成极大的压力甲痛苦。现代社会无应该有这种无人道的活动。另外，动保团队嘛忧心，岛鸟比赛影响野生鸟类的数量。致使特定物种会陷入生存的危机。公视新闻江文编译。下晡晡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8到25度，中部地区18到25度。南部地区是20到27度，东部地区是20到23度，外岛地区15到22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高岛入口处旧年初做红门土步道1.1公里长，不过环团批评无做生态检测，冲击港仔生存空间。旧年南边红门土墙已经拆掉。